天王郭富城近日趁住假期，低調帶咗太太方媛同埋3個女，一家人飛到去新加坡聖淘沙環球影城度假。期間有網民現場偶遇到郭富城一家，相關出遊嘅照片同埋影片呢，亦都喺網上面呢引起熱烈嘅討論。大眾一直最關注嘅係，除咗天王一家嘅生活之外，仲有咧係郭富城同埋方媛爸爸之間呢一段翁婿關係。已經60歲嘅成成同外父年紀咧非常接近㗎，一直有傳外父比成成咧年輕2歲。呢位外父雖然平時咧保持低調，但佢另一個身份咧就係郭富城嘅超級粉絲，被網民咧稱為鐵粉外父。最經典一幕咧就係發生喺2017年，郭富城同方媛喺香港半島酒店舉行嘅婚禮期間，當時媒體曾經報道咧，方媛嘅爸爸感性地向女婿表示：我從小就聽你嘅歌長大，而家將個女交俾你，希望你好好咁對待佢。由多年追捧嘅偶像，最後竟然成為自己嘅女婿，呢段由粉絲同偶像變成翁婿嘅緣分，至今都仍然被網民津津樂道嘅。雖然外父同成成嘅年紀相近，但係兩人相處咧都十分融洽。為咗方便一家人互相照顧咧，外界一直關注咧方媛爸爸平日喺香港生活嘅安排。郭富城自己居住嘅大坑豪宅，早於喺2001年購入，當年嘅購入價大概係2000幾萬港元。由於該屋苑呢單位數量有限，多年嚟市場甚少有放盤啊，因此一直被視為城中罕有物業。有消息指，為咗方便外父外母照顧3位外孫女，同時又保持夫妻2人嘅私人空間，成成安排咗外父外母住喺同一棟大樓附近嘅單位。據傳咧，每月租金大約係8萬蚊。而喺最新曝光嘅新加坡環球影城照片中，可以見到外父喺烈日之下貼心咁為女婿郭富城擔遮，兩人相處自然又客氣，完全睇唔出傳統印象中嘅翁婿關係，反而更似多年好友。至於郭富城本人呢，遊玩期間視線幾乎離唔開3個寶貝女，全程細心照顧小朋友嘅安全，展現出卸下舞台光環後作為爸爸溫柔細心嘅一面。由萬人追捧嘅舞台天王，到家庭中嘅好丈夫、好爸爸，再到被鐵粉外父欣賞嘅女婿，郭富城私底下嘅家庭生活亦都令到不少網民羨慕㗎。你又點睇郭富城同埋外父呢一段由偶像變親家嘅特別緣分呢？留言一齊討論下，記得訂閱啊！聽娛樂。